来像真正的邮票。建议在制作时包含以下元素：锯齿边缘，缩图四周加上白色的圆孔锯齿外框。面值标示，在角落标注虚拟的面值，例如0.00或直播间番号。邮戳效果，叠加一个半透明的圆形邮戳，显示直播日期或地点名称。地名标签，使用复古字体标注景点名称。井号美景影片分类目录。类别：推荐景点。影片内容：邮票色调建议：极地秘境、芬兰北极光、冰岛冰川、南极企鹅、冷蓝色、极光紫、东方韵味、京都枫叶、张家界云海、9分夜景、朱砂红、墨绿色、欧式浪漫、巴黎铁塔夕阳、圣托里尼蓝顶教堂、蜜糖金、地中海蓝、自然脉动、亚马逊雨林、肯亚动物大迁徙、生机绿大地宗、疗愈海洋、马尔地夫水底世界、大堡礁珊瑚、蒂芬尼蓝、清透白。井号如何优化直播展示效果？1. 动态缩图。如果直播平台支援，可以制作成2到3秒的微动态 GIF， 让邮票内的风景产生缓慢的推进感 Ken Burns Effect。 2. 系列感。每个地点可以设计成不同的颜色主题，让观众在点选目录时像是在翻阅一本环球集邮册。3. 悬停放大。当滑鼠移动到特定邮票缩图时，让该缩图轻微浮起并放大，强化互动感。需要我为您生成一组邮票风格的美景缩图参考图吗？您可以告诉我您最喜欢的特定地点，例如富士山、瑞士小镇、